直以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名义为东突厥斯坦集中营证明，直到最新的泄密文件墨鱼名单逐条列出了政府关押维吾尔人的原因，将官方叙事彻底击碎。墨鱼名单是继《纽约时报》的新疆文件和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的中国电文之后的第3份被泄露的重量级政府文件，记录了东突厥斯坦西南部墨鱼县当局搜集的居民信息，包括311名被关押在再教育营的人名字、住址、身份证号码等，以及其入营时间、原因、亲属圈情况、社交圈情况、宗教传承圈情况及对其研判的结果。这311名维吾尔人都在2017年到2018年间相继被关进在教育营，名单中还包括与这些人有联系的数百人的信息，其中还包括儿童。文件显示，一个维吾尔人可以因为超生、留胡子、点击境外网站等五花八门的原因被关入在教育营。专家分析墨鱼名单并列出了主要的被关押原因，其中超生位居榜首位，其次是不放心和宗教有关，有海外联系，有被关押历史，一体化 APP 推送，有犯罪历史和犯罪有关系等等。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发言人乌迈尔·查里克在安卡拉举行的常会以后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他说，在维吾尔问题上，我们对再次引起关注的有关维吾尔突厥人的负面消息表示深切的关切。如你所知，此问题是我们密切关注的主题。最近，我们正在与中国当局进行谈判。土耳其官方代表团将访问东突厥斯坦，参观各种场所。我们的愿望是，这次访问应该透明，中方应让土耳其代表团访问他们想参观的地方和人。同时，我们希望有关维吾尔人的这些负面消息，这些令人担忧的消息能够很快结束。由于冠状病毒疫情继续蔓延，俄罗斯将从周4起禁止所有中国公民入境。该国是首个这样做的国家，此举可能使莫斯科方面与一个亲密盟友的关系变得紧张。俄罗斯总理米哈伊尔·米舒斯金周2签署了一项法令，暂时禁止所有中国公民持旅游、学习或工作签证进入俄罗斯。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访问英巴边界时，将病毒爆发描述为非常危险的情况。古特雷斯说，各国必须为全球爆发做好准备。如果疫情爆发，特别是对于医疗卫生条件不那么好的国家，将要向国际社会求助。非洲尤其令人担心，而埃及是非洲大陆上第一个报告感染该病毒的国家。央视报道，武汉武昌医院院长刘志明因感染新型冠状肺炎抢救无效，于2月18日上午去世。多间中国传媒17日晚传出刘志明的死讯，形容刘志明是第一位因武汉肺炎去世的医院院长，并指消息已获得湖北卫生健康委员会宣教中心的微博证实。又指刘志明平时身体很好，但之后在18日凌晨，陆续有其他报道出面辟谣，否认刘志明去世的消息，表示他仍在同济医院抢救。同日上午，央视的微博消息最终确认了他的死讯。武昌医院是中国爆发新型冠状疫情之后，武汉市首批定点医院之一。刘志明是主任医生、博士与神经外科专家。从2019年12月开始至今，全中国已致1716名医务人员感染，包括刘志明在内，至少7名医护人员因病死亡。目前，除了数千名解放军医护陆续进驻湖北省外，包括东突厥斯坦、新藏等边境省份，也都纷纷收到了中央的动员命令，不断对湖北省送出了成千上万的紧急医学救援队或战医医护支援队。另一方面，武汉肺炎疫情在中国各地迅速扩大，就连距离疫情爆发的千里之外的东突厥斯坦也出现首起死亡个案，其中以集中营的状况最使人忧心。
据俄罗斯外交部的书面声明，土耳其和俄罗斯代表团为探讨叙利亚伊德利卜地区局势，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的会谈已结束。据土耳其外交圈子获得的信息，土耳其代表团强调必须迅速缓解紧张局势，以防止人道主义状况进一步恶化。此外，在会谈期间，双方代表团还在索契协议框架内有关完全落实伊德利卜停火以及防止违反行为即将采取的措施进行了磋商。